地方的小经济来看，南投有袂少出名的在地小食面，这个肉丸就是其中之一。讲南投有特色的肉丸店都有16间哦，像德山的肉丸有包德山在地生产的笋啊，还佫有肉丸店用油在铺这个肉丸的时阵会掺水，互肉丸更加 Q 有弹性。啊，这肉丸店逐工平均会当卖500-600粒，为南投在地来创造美食的经济。 头家动作真紧，将肉丸和起来了后，甲伊加开，加油煎掉，然后滴入去茶仔内面。对好肉丸到加开茶仔动作真紧，就是因为人客多，速度紧，才要互人客等上久。肉丸好食，Q 个香啦，Q 个香哦，袂怪食。头家做肉丸有秘诀，而且难度大公开，在油鼎内面加水。头家讲，安尼煎出来口感真好。 加水的话，哈，它那个肉丸本身的那个油啊，哈，比较不会那么多，对，加上它变成说它会有一些水，所以肉丸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油腻。这间肉丸店开50档啊，早期是开车出来卖，后来是搭一间小店，生意愈来愈好，才伫对面开一间较大间的店面，每间营业咧拢是用3个油鼎，一工会当卖500-600粒，平均的业绩是2-3万。 另外一间是伫德山的肉丸店，嘛是一工500-600粒，每工的业绩嘛有2万外。采访的时阵，头家包肉丸的手拢无停过，就迷上了，特别来这边吃它的肉丸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。德山这间肉丸开100档啊，传到第4代，唯坚持是代代拢爱保留祖传落来的口味。猪瘦肉还有笋子，当地新鲜的笋子，我们没有用那个腌制过的。 南投大约有16间的肉丸名店，每工平均会当卖出500到800粒的肉丸。算上的南投一工卖出的肉丸至少有1万多粒，因此伫南投肉丸一碗简单美味的好食面，创造当地可观的美食经济。